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仁宇医师，在台北市万华区开业已经40多年了。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听起来很矛盾的观念：坐着不动，有时候比走路更能让你保持年轻。你可能会想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们不是常说要多运动、多走路才健康吗？没错，但我说的不是普通的坐姿，我说的是一种古老的日式做法，叫做正坐，日本话叫 Sisa。但是请你一定要把影片看完，因为如果你用错方法，不但不会变年轻，反而会让膝盖受伤，甚至加速老化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在我40多年的行医经验中，我看过太多人因为姿势不对，导致关节提早退化，有些人才50几岁，膝盖就像70岁的人一样疼痛。但也有些人，像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林佩珊女士，58岁，住在台中，她用正确的方式练习正坐，不只改善了失眠问题，连膝盖的灵活度都提升了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会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正坐的5大科学益处。第一，它如何改变你的大脑；第二，它如何帮助你发现身体的隐藏问题；第三，它如何在你不流汗的情况下锻炼心血管；第四，它如何平静你的焦虑；第五，它如何让你80岁还能自由行动。这些不是玄学，都是有科学根据的，但记住，方法错了，一切都是白费。所以请你耐心看完，特别是第7部分，我会告诉你5个最常见的错误，每一个都可能让你受伤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能收到我们最新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现在让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我要跟你们说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：姿势就是大脑的语言。你可能听过身心合一这个词，但你知道吗？这不只是哲学概念，而是神经科学的事实。当你的身体采取某种姿势时，你的大脑会收到相对应的讯息。这个现象叫做姿势回馈 （postural feedback）。举个例子，当你驼背瘫在沙发上，你的大脑接收到的讯息是：我很累，我没有力气，我不行了。长期下来，你的情绪会变得低落，连带影响你的荷尔蒙分泌和免疫系统。但是当你采取正坐的姿势时，情况完全不同。你的背脊挺直，双膝并拢，臀部坐在脚跟上。这个姿势会向大脑传递一个非常明确的讯息：我还能掌控我的身体，我是清醒的，我是有尊严的。这不是我自己说的，这是日本京都大学在2018年的研究发现。他们发现维持正坐姿势的受试者，血液中的皮质醇、压力荷尔蒙浓度明显下降，而血清素、快乐荷尔蒙则上升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效果不需要你冥想，不需要你念经，只要你的身体维持在正确的姿势，大脑就会自动调整。所以你看，姿势不只是外表的问题，它直接影响你的内在状态。当你70岁、80岁还能保持挺拔的坐姿，你不只是看起来年轻，你的大脑也会认为你还年轻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正坐是一种身份的宣告，你在告诉自己你还没老。第二个益处，正坐是你身体最诚实的扫描仪。在我的诊所里，我常常问病人，你觉得你的身体哪里有问题？很多人会说没有啊，我觉得还好。但当我请他们试住做正坐的姿势时，问题就全部浮现出来了。有些人会发现自己的左边臀部比右边高，这代表骨盆倾斜。有些人会发现膝盖无法并拢，或者一坐下去膝盖就开始发麻，这代表膝关节已经开始退化或者有发炎。还有些人会发现
做不到30秒，脚就开始发麻，这代表血液循环不良。为什么正坐这么敏感？因为这个姿势会同时测试你的关节灵活度、肌肉平衡和血液循环，你骗不了他。我记得有一位病人张百勋先生，67岁，住在高雄。他来找我的时候说他腰痛，但照 X 光没什么大问题。我请他试试正坐，他才坐下去5秒钟，就发现右边臀部完全无法贴近脚跟，而且右膝特别紧绷。后来我帮他做详细检查，发现他的右侧髋关节活动度只剩下正常人的60%，这是老化的早期讯号。如果不处理，5年后就会变成严重的退化性关节炎。所以你看，正坐不只是一个动作，它是一面镜子，让你看见身体真实的状态。而且这面镜子不需要昂贵的仪器，不需要抽血，你在家里随时都可以用。第3个益处，正坐是一种不流汗的心血管运动。你可能会问，陈医师，坐着不动怎么可能算运动？让我用一个比喻来解释。想象你的血液是一辆汽车，你的血管是道路。如果道路平坦，车流顺畅，汽车就可以轻松地到达目的地。但如果道路坑坑洞洞，或者有很多红绿灯，车子就会走走停停，引擎也会耗损得更快。正坐的姿势就像是帮你的血管铺了一条平坦的高速公路。当你采取正坐姿势时，你的背脊挺直，胸腔自然打开，横膈膜可以充分下降，这样你的肺部就能吸进更多氧气。而且因为你的下肢被轻微压迫，静脉血液会更有效率地回流到心脏，这叫做静脉回流增强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姿势会轻微增加你的心脏工作量，就像爬楼梯一样，但又不会累到让你喘不过气。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发现，正坐15分钟，心率会提升约5%到10%，这个程度刚好可以训练心血管，但又不会造成负担。我有一位病人，他65岁，因为膝盖受伤不能跑步，医生建议他做复健运动，但他觉得太麻烦。后来我教他每天早晚各做正坐10分钟，3个月后他回诊，血压从140降到125，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。所以你看，心脏不是只有在你跑步的时候才在工作，即使你静静地坐着，只要姿势对了，你的心血管系统一样可以得到锻炼。第4个益处，正坐可以让你在宁静中找到真正的安心。现代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焦虑，每天担心工作，担心家人，担心身体，脑袋像一台永远关不掉的机器。但你知道吗？焦虑不只是心理问题，它也是身体问题。当你焦虑的时候，你的交感神经会处于亢奋状态，这会让你的心跳加速，血压上升，肌肉紧绷。长期下来，你的身体会进入一种慢性压力状态，这也会加速老化，也会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。正坐的姿势可以打断这个恶性循环。当你采取正坐姿势时，你的呼吸自然会变深变慢，这是因为你的横膈膜有更多空间可以活动。而当你深呼吸时，你的副交感神经会被启动，这是负责让你放松的神经系统。我们可以说，深呼吸就像一把钥匙，可以打开你身体的放松模式，而正坐的姿势就是让这把钥匙更容易转动。台湾有一项研究，针对30位有焦虑症状的中年妇女，请她们每天练习正坐，配合腹式呼吸10分钟，持续4周。结果发现，她们的焦虑指数平均下降了35%，睡眠品质也明显改善。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，每当我看诊看得很累，或者心情烦躁的时候，我就会到诊所后面的小房间，静静地做正坐5到10分钟。
不需要想任何事情，只是专注在呼吸上，通常不到5分钟，我就会感觉整个人平静下来。所以你看，当身体安静下来，心也会跟着安静。这不是逃避问题，而是让你有更好的状态去面对问题。第5个益处，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，正坐可以让你80岁还能自由行动。什么是自由？不是你有多少钱，不是你住多大的房子，而是你能不能自己从地上站起来。我看过太多老人家70几岁、80几岁坐下去就站不起来，需要别人扶，或者要靠椅子撑住。每次看到这样的情况，我都觉得很心痛，因为这代表他们的生活品质已经大幅下降了。但如果你从现在开始练习正坐，你就是在训练你未来的自由。正坐最重要的动作不是坐下去，而是站起来。当你从正坐的姿势站起来时，你需要同时运用到你的臀部肌肉、大腿肌肉、核心肌群，还有平衡感。这些都是老年人最容易流失的能力。我教病人的方法很简单，一开始可以在旁边放一张椅子或桌子，用手轻轻撑住站起来，或者在膝盖下面垫一个软垫，减少膝盖的压力。重点不是要你一次做到完美，而是要循序渐进。我有一位病人，72岁，他刚开始练习的时候，站起来需要用双手撑地，而且还要是3次才能站稳。但他很有耐心，每天早晚各练习5次。3个月后，他已经可以不用手撑，直接从正坐姿势站起来。那天他来回诊的时候，整个人神采飞扬。他跟我说：“陈医师，我现在觉得自己还年轻。”这就是我说的自由，不是别人给你的，是你自己练出来的。但是我必须提醒你，正坐如果做错了，反而会伤害你的身体。这里有5个最常见的错误，每一个都可能让你疼痛。第一个错误，做得太快。很多人以为正坐很简单，就直接咚一声跪下去，结果膝盖承受太大的冲击力，造成软骨受伤。正确的方法是慢慢下跪，让膝盖有缓冲的时间。第2个错误，膝盖下沉的角度不对。有些人膝盖打得太开，有些人膝盖夹得太紧，这都会让膝关节承受不正常的压力。正确的方法是膝盖自然并拢，脚尖朝后。第3个错误，憋气。很多人因为紧张或者不习惯，会不自觉地憋气，这样反而会让血压升高。记住，呼吸要保持自然、放松。第4个错误，重心偏移。有些人坐下去之后，身体会不自觉地往前倾或往后倒，这会让腰部和膝盖承受额外的压力。正确的重心应该在臀部和脚跟之间。第5个错误，坐太久。初学者千万不要逞强，一次做超过5分钟，这样会让脚发麻，甚至造成神经压迫。要循序渐进，慢慢增加时间。记住这5个错误，就可以避免90%的伤害。现在我要给你一个简单的1、2、3检查清单，让你可以安全地开始练习。第一步，准备一个软垫，可以是瑜伽垫、坐垫或者折叠的毛巾，放在膝盖下方，减少膝盖的压力。如果你的膝盖比较敏感，可以多垫几层。第2步，确认姿势正确。跪下的时候，膝盖自然并拢，脚背平贴地面，臀部轻轻坐在脚跟上，背脊挺直，但不要僵硬，肩膀放松，双手轻轻放在大腿上。第3步，遵循14天循序渐进计划。第1到3天，每次只做30秒到1分钟，早晚各1次。第4到7天，增加到2分钟。第8到10天，增加到3到5分钟。第11到14天，可以尝试5到10分钟。记住，前2分钟是最关键的。日本的研究发现，只要前2分钟姿势正确，你的神经系统就已经开始调整了。不要小看这短短的2分钟，它足以改变你的身体状态。
如果在练习过程中感到任何不适，例如膝盖刺痛、脚严重发麻或者头晕，请立刻停止，不要勉强。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，要学会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。只要按照这个清单，你就可以安全有效地开始练习正坐。现在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，这是我的病人林佩珊女士的故事。林女士今年58岁，住在台中。她来找我的时候，主要的问题是失眠。她说她已经失眠3年了，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要到半夜2、3点才能睡着，早上6点又醒来，整个人非常疲惫。她试过很多方法，吃安眠药、喝热牛奶、泡热水澡，但效果都不好。后来她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说正坐可以帮助放松，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问我。我先帮她检查了身体状况，发现她的膝盖其实没什么大问题，但她的姿势非常紧绷，整个人看起来很焦虑。我教她正坐的方法，并且请她每天晚上睡前练习10分钟，配合深呼吸。2周后她回诊，整个人的气色完全不一样了。她说她现在每天晚上11点半上床，通常不到半小时就睡着了，而且一觉到天亮。更让她惊讶的是，她的膝盖好像也变得更灵活了，上下楼梯比以前轻松。我跟她说，李女士，你改善最大的不是膝盖，而是你重新找回了对身体的信心。当你相信自己的身体还有能力恢复，你的身体就真的会开始恢复。她听了之后眼眶泛红，跟我说，陈医师，谢谢你让我知道我还没有老。这就是正坐的力量，它不只是一个动作，它是一种对自己身体的承诺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让我帮你快速总结一下正坐的3大核心益处。第一，正坐是一种姿势语言，它会告诉你的大脑，我还年轻，我还有掌控力。第二，正坐是你身体最诚实的扫描仪，它会让你看见身体真实的状态，让你及早发现问题。第三，正坐可以训练你的心血管，平静你的神经系统，让你在80岁还能自由行动。我知道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样做很辛苦，或者担心自己做不到。但请你记住，你不是一个人在练习，有成千上万的人跟你一样，正在用这个方法让自己变得更健康、更年轻。我希望你可以试着做做看，不需要很久，从每天2分钟开始就好，然后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你的家人、朋友，让更多人知道，原来变年轻可以这么简单。如果你在练习过程中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，我会尽量回答。也欢迎你分享你的练习心得，让我们一起互相鼓励。祝福你健康平安，越活越年轻。我们下次见。